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越講越健康，我係 Doctor Wu。首先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先啦。所以今集呢，我就重點講呢個愛情荷爾蒙啦，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喺唔同戀愛嘅階段有啲乜嘢症狀係同荷爾蒙有關嘅。例如點解喺熱戀期嘅時候可以唔使食飯、唔使瞓覺，都照樣神采飛揚。或者係明明點解對方好普通嘅啫，但係你望住佢咧，就會覺得佢係閃閃發光嘅咧。仲有就係幸福肥，究竟係咪荷爾蒙有關嘅咧？咁其實所謂我哋感情入邊嘅天長地久，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係一場好有趣嘅荷爾蒙接力賽。咁今日呢個情人節特輯咧，我就會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場荷爾蒙接力賽究竟有啲咩選手，同埋喺邊個戀愛階段度出現啦。咁第一節當然係要講追求期啦。咁追求期究竟發生咩事呢？我哋就有兩種荷爾蒙，就係多巴胺 （dopamine） 同埋去甲腎上腺素 （norepinephrine） 或者 noradrenaline。咁多巴胺 （dopamine） 係乜嘢呢？佢就係一個慾望嘅引擎，你平時係負責獎賞同埋期待感。當你見到對方腦部嘅腹側被蓋區 VTA 就會瘋狂咁噴發多巴胺啦。咁有關呢一個區域呢，我下一集會再講多啲。咁有啲乜嘢效果呢？佢就會令到你個大腦將對方標記為你嘅唯一最重要嘅獎勵。咁你可能嗰時候咧就會無視晒所有其他人生目標，就算好重要都係咁話，或者係升職啊、考試啊、健康啊，你都唔會理咁多噶啦。而去甲腎上腺素 norepinephrine 或者 noradrenaline 咧，佢主要咧就係負責高度覺醒同埋警覺。咁佢個效果咧就係令到你非常之專注呢個人啦，令到你眼中淨係睇到對方嘅啫，就算連佢好明顯嘅缺點都睇唔到啊，就好似相機個大光圈咁，你望住佢咧，佢好似有光射出嚟，然後你後邊嘅背景咧就全部蒙晒嘅，你睇唔到其他嘢噶啦。咁呢一個去甲腎上腺素咧，大家記得係同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或者 adrenaline 係唔同嘅。呢兩種荷爾蒙咧就一齊共同製造咗一個最強大嘅隧道視野啦。即係唔止令到你喺心理上淨係關注到對方啦，仲會令到你真實喺物理視覺上邊咧眼中只有佢。咁點解咧？好似聽到好戇居係咪？咁其實咧呢個係同演化進化係好有關係嘅。咁第一咧就係希望可以降低擇偶成本，因為本身揾對象咧係非常之嘥能量嘅事，所以個大腦咧就希望要關閉你嘅理性分析。去防止你不斷比較、不斷揾缺點，然後成日覺得諗得太多咧，而錯過咗呢個繁衍嘅黃金期啦。咁另外咧，仲係你個腦仲係會想克服一個恐懼同埋排斥。因為進入一段親密關係係需要極大嘅勇氣同埋信任，所以你透過隧道視野，佢睇唔到佢嘅缺點或者問題咧，就係令到你有足夠嘅衝動，直至到你可以延續你個物種啦，即係你可以生 BB 啦。另外咧就係能量集中化，因為我哋嘅大腦咧係會用好多能量嘅，咁所以當我哋面臨呢個繁衍呢個最重要嘅任務，大家記住呢個係生物上嘅演化嗰個角度去諗，就係延續物種係最重要嘅。咁所以咧有呢個隧道視野，令到你集中喺呢個人身上咧，就肯定你啲能量唔好嘥咗喺其他地方度啦。聽到呢度咧，大家都覺得哇，其實都幾浪漫啦，係咪？你眼中只有我，我眼中又只有你。不過咧，我哋嘅大腦為咗去維持呢一種極度嘅專注咧，仲付出咗更大嘅代價嘅。咁呢個代價咧，就係我哋血清素 serotonin 嘅一個大崩潰啦。臨床發現，熱戀期人士咧嘅血清素 serotonin 嘅水平咧，係比正常人低40%。咁呢個水平咧係同強迫症 OCD 嘅人咧差唔多一樣。咁點解熱戀期嘅人士血清素會突然間低咗咁多呢？原來係因為係多巴胺同埋血清素之間嘅一個拮抗機制。即係咩意思呢？就係當我哋之前講到多巴胺喺追求期嘅時候，突然間飆高，處於極高水平嘅時候呢，佢係好似搖搖板咁啦，佢會抑制咗血清素嘅傳導。大腦為咗確保你可以全力以赴咁追求對方呢，咁佢就犧牲咗負責俾到你安穩嘅感覺同埋滿足感嘅血清素。如果血清素太高，我哋就會覺得而家好滿足啊，我覺得好安穩，咁你就唔會覺得有需要好
搏命咁去追求對方。咁所以係個大腦特登要令你覺得唔滿足，要逼你繼續努力去追對方啦。而血清素咧，亦都係大腦嘅理性過濾網。咁當佢水平下降嘅時候咧，我哋嘅腦部嘅前額葉咧就失去咗篩選資訊嘅功能，就會令到我哋陷入強迫性去思考咁啦。而個後果咧就係可能你會出現一個侵入性思維 （intrusive thoughts），因為個大腦咧失去咗停止思考嘅剎車，導致你咧不斷諗對方，尤其是不斷回味對方嘅一啲細節，去到極端嘅情況咧。就好似例如一啲恐怖情人咁啦，當你嘅血清素水平跌過咗臨界點，去到好低好低嘅時候咧，我哋腦部嘅前額葉咧就會全面失去咗佢對情緒中心嘅控制。咁呢類人咧唔單止有強迫性嘅思考啦，有時候仲可能佢失去咗一個抑制自己衝動嘅能力。咁有啲恐怖情人咧就會將對方視為佢哋唯一嘅多巴胺來源。咁一旦冇咗咧，個腦就好似毒品上癮咁啦，突然間要你戒斷佢咧，就非常之痛苦，所以從而咧有機會誘發到暴力或者一啲極端嘅控制行為。好有趣嘅係，醫學上熱戀中嘅人咧，其實係同強迫症患者冇乜分別嘅。你唔係好深情，你只不過係血清素唔夠啫。而介乎喺浪漫同犯罪之間咧，往往可能淨係差咗嗰少少幾微克嘅血清素。聽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哇，原來熱戀期其實都幾癲嘅？所以我哋熱戀期咧係會過嘅，因為如果愛情係永遠停留喺一個血清素崩潰同埋多巴胺狂飆嘅階段咧，我哋人類可能一早已經因為心臟衰竭啊或者精神衰弱咧而滅絕咗噶啦。始終我哋個腦係唔想我哋死嘅，長期血清素低同埋多巴胺爆升咧，係會令到我哋神經系統過勞嘅。咁所以咧，大腦去到某一個時段咧，就會開始主動去較低呢個受體嘅敏銳度啦，即係令到我哋嘅細胞咧，對於尤其是多巴胺啦嘅敏感度咧會減低嘅。咁然後咧，慢慢將個接力咧交俾一啲依附嘅荷爾蒙啦。咁呢個咧就係開始轉變啦，就係由我哋一個強迫症嘅狀態、熱戀嘅狀態，進入一個穩定狀態啦。咁喺呢個穩定期咧，會有啲乜嘢荷爾蒙咧？主要就係催產素 oxytocin 同埋加壓素或者血管加壓素 vasopressin 啦。咁首先催產素係有咩用嘅咧？催產素 oxytocin 咧係我哋生命嘅一個建立關係嘅膠水。佢本身呢個用途唔係追求刺激，而係建立一個長久嘅連結。佢會直接抑制大腦嘅杏仁核 amygdala 去熄咗去對對方或者對外人嘅一個恐懼同埋戒心。咁特別一個明顯嘅例子啦，我諗大家都可能聽過嘅咧，就係媽媽同埋 BB 嘅 bonding。咁呢種機制咧，一開始咧就係為確保母嬰可以生存嘅。咁所以咧喺媽媽分娩同埋餵奶嘅時候咧，身體會釋放大量嘅催產素，咁令到媽咪咧對 BB 咧產生一個非常之強嘅保護欲。咁個腦都好聰明啦，佢借用咗呢套機制咧，用咗落去愛情嗰度。咁當你用伴侶進入咗穩定嘅依附期咧，個大腦會釋放呢一種信號啦，話呢個人係安全嘅，我可以需要防範，我可以安心同佢一齊。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女性咧係比較催產素主導嘅，即係話女性嘅大腦咧對於催產素嘅反應係更加強嘅，主要咧就係用嚟強化溝通同埋連結啦。咁所以咧女性係會傾向透過語言交流同埋親密感咧嚟維持呢一種生化嘅穩定。至於男人咧就比較主要就係呢個血管加壓素或者就咁叫加壓素 vasopressin 啦，佢係一個忠誠嘅密碼。因為如果催產素係膠水嘅話，咁呢個加壓素咧就係一個防衛嘅守門員啦。咁男性咧就比較係加壓素主導嘅，因為佢多數更加體現多啲係一個領域嘅防衛啦，同埋保護欲。咁男性嘅忠誠度同埋依附感咧，都係由加壓素同埋睾丸素嘅平衡去決定嘅。咁喺基因上面咧，喺臨床研究咧，都有講過加壓素嘅受體比較多嘅人咧，喺生理上面咧更加有傾向去維持單一配偶嘅關係。咁呢個咧係大腦想確保資源可以穩定投入喺同一個家庭嘅機制。
咁大家可能咧會留意到一啲進入咗穩定關係嘅朋友咧，會出現一樣嘢，就係幸福肥啦。咁大家可能會笑佢哋咧，但係其實咧喺生物學上咧係絕對有關聯嘅。原來無論男女都好啦，催產素嘅大量分泌咧就會抑制壓力荷爾蒙 cortisol。咁當我哋身體由一個戰鬥模式，即係尤其是熱戀期啊同埋追求期嘅時候，會有啲緊張嘅模式啊嘛，係咪？咁當我哋穩定咗之後咧，就轉入一個休息去超嘅模式啦。咁個代謝率咧自然就減慢咗。咁另外咧就係熱戀期同埋追求期嘅多巴胺咧就開始降低啦。咁嗰陣時候呢個多巴胺係會抑制食慾啦。咁所以咧當呢個多巴胺開始回落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開始多翻食慾啦。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男士專屬嘅轉變嘅。第一個咧主要咧就係睾丸酮嘅下降。研究發現，當男性進入穩定嘅關係嘅時候，甚至成為父親之後咧，佢哋嘅睾丸酮水平係會生理性咁下降。點解呢？咁啊，因為睾丸酮本身係負責雄性競爭同埋侵略嘅荷爾蒙。咁當你已經有家庭、有老婆、小朋友嘅時候，你嘅重心就會變咗係維持家庭嘅穩定，同埋要建立依附感。咁所以個大腦咧就會微調咁降低呢個睾丸酮，去換取更高嘅催產素同埋加壓素。咁結果咧，睾丸酮下降咧，會導致肌肉量相對減少啦，體脂肪比例增加。所以男士嘅幸福肥咧，就往往出現咗喺個肚腩度。呢個亦都係大腦為咗要俾你變成一個人畜無害嘅好爸爸。喺生物學上邊咧，因為肥係代表你環境好安全，你資源好充足。咁所以男士嘅幸福肥咧，其實係一種解除武裝嘅信號，即係代表你已經由獵人轉做一個守護者。可能好多人咧會抱怨拍拖之後變肥或者冇咗啲激情，但係喺醫學上面睇咧，呢個係因為你嘅大腦終於接收到一個安全嘅信號。因為喺追求期同埋熱戀期嘅高壓狀態咧，其實係好嘥能量嘅。如果大腦唔啟動呢個降溫機制去呢個穩定嘅時期咧，我哋腦嘅前額葉咧會因為長期血清素不足同埋皮質醇過高而受損。咁所以幸福肥咧，其實係我哋個腦覺得個環境已經絕對安全啦，決定我哋唔需要再戰鬥，就轉做我哋去生存去儲備嘅一個過程。不過咁，大家聽到呢度咧，唔好即刻走去開多包薯片啊！我話幸福肥咧係一個大腦覺得安全嘅結果，唔係代表你可以無限食嘢，然後變得肥，就係話因為 Doctor Wu 咁樣講嘅咁樣。適量嘅體重增加咧係一個安全感嘅信號，但係如果演變成黐肥嘅話咧，咁就唔係一個安全嘅信號啦，而係變咗慢性病嘅開始啦。最理想嘅狀態咧，就係利用催產素同埋血管加壓素帶嚟嘅心理穩定，同你嘅伴侶一齊去建立健康嘅生活習慣。即使去散下步啊、游個水啊、打個波啊咁樣，一樣可以產生催產素嘅，咁仲可以幫你繼續維持健康。唔知聽完呢一集會令大家覺得更加浪漫咗，定係覺得我都講白晒所有嘢，覺得好唔浪漫呢？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聽。同埋可以講下你哋而家喺邊一個階段呢？如果大家覺得我嘅內容係有用，對你有幫助，我歡迎大家分享俾身邊嘅親戚朋友，讚好同埋訂閱。咁下一集呢，我就會深入啲咁講多巴胺，睇佢點樣控制我哋嘅慾望，同埋點樣令到我哋嘅專注力減低。多謝收聽越講越健康，我係 Doctor Wu，我哋下集再見，情人節快樂。